拜六要选举呀，副总统候选人嘛在拼选情。国民党的赵少康伊昨下晡是去参访邦桥动物之家，针对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，讲到两岸关系，讲咱爱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。赵少康是回应讲，好友谊毋是安尼想的，两岸的议题论述也是爱以好友谊想的为主。啊，那民众党的吴欣盈陪候选人拜票的时，伊是口说哪力执政，咱台湾敢有变较好？啊，那民进党的萧美琴伊去高雄助选，伊强调伊会含热清德，继续带咱台湾面对世界。甲九合互动真好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车站参访板桥动物之家，关心流浪狗的收容照顾安乐死议题。针对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专访表示，阮和两岸紧张爱用和平对话，临时武力战备。访问到敢是信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时，马英九讲就两岸关系来讲，需要相信对方。那赵少康强调以好友谊两岸论述为主，未来要以好友谊的讲法为准啊。那第二个就是说信不信任啊，彼此当然互信是很重要的了哈。如果你都不信任，那你还谈什么呢哈？但这个信任也不是无条件的信任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信任应该是有条件的信任。国民党避免和民众党分调选票，积极发声集中选票。赵少康阁表示，投好友谊等于是投高文德。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陪同自家6位候选人，旧成员扫街拜票。选战最后3天的策略都是全力拼一摆。针对前副总统萧万长刊登3大无头版，发声选民集中投蓝无投白，有意操作弃保，吴欣盈也反击。在这24年来，在蓝绿政党2党轮替的时候，台湾的日子真的有变更好吗？我相信，大家是知道的，只有投白色才有机会要能保住台湾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是坐往高雄，为候选人徛台，稳固南部票仓，无用顶皮车扫。路上的民众尤其要发声，2位候选人夫妻位送鸟造型的粽，有祝萧美琴保重。继续坚定带领台湾，咱面向世界，在世界上架台湾，大家拢做有志气的台湾人，大家继续来拼咱的经济，继续拼咱的和平。萧美琴强调，会甲热情着继续带领台湾面向世界，发声支持者，选对的人行对的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